步擺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輕鬆擺臂，輕鬆運動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屈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雙臂前屈，鍛鍊手臂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提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肩膊提高，消除肩痛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前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上肢放鬆，推走酸痛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擴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臂舉高，鍛鍊胸肌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畫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雙手舉高，交替畫圈。大家都好認真，做得好好啊！4、2、3、4，踏步上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力向上，用力推舉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踏步後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雙手後夾，鍛鍊背肌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深呼吸。吸氣，呼氣。接下來強度會增加，跑步擺臂，腳伸直，腳尖勾起，腰部挺直，向前下壓，轉右腳，4、2、3、4，大腿伸展，左手捉住左腳背嘅位置，大腿盡量向後拉，做嘅時候注意平衡，換右腳，4、2、3、4，臂腕伸展，向前，向上，向左，注意側彎唔好過度，向右，4、2、3、4，胸背伸展，保持挺胸，雙手喺背部握合，拉伸我哋嘅胸部同埋肩部，準備後背拉伸，雙手向前握合，就好似抱住球咁樣，拉伸我哋嘅背部。深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呼氣。每日114鬆一鬆，強健體魄易達到。